我们虽然现在有一时喘息之机，可是隋朝随时都会派人前来偷袭，所以我等现在必须备好粮草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哼，这就叫做防患于未然。咱们瓦岗啊，只要有罗将军在，就不怕隋兵来犯。哎呦，几位哥哥，你们听听啊！自从46弟破了这一字长蛇阵，我洋洋妹妹眼睛里啊，那全是罗成了。罗成这也好，那也好，你嫁给他吧。谁让你管？无量天尊，我看46弟的确不错，似这样品貌俱佳之人，实属难得。莹莹，若你二人真的两情相悦，不如这样，军师为你们做主，把婚事早早定下来。莹莹妹妹意下如何？莹莹，那个无量天尊，你看老妻我至今单身，那当初青春年少，那一表人才，那玉树临风啊！你给兄弟我看看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那比翼双飞，情投意合啊？看看，看看，当真看看？果然要看。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什么意思呀？能去几个呀？有道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特命山西晋阳通守李渊于晋阳立建行宫，以备天子龙驾之用，为期1月。钦此。这是谁的毒计，竟要置我于死地？李渊接旨。臣李渊接旨谢恩。我李家在劫难逃。爹，我看朝廷中肯定是有人看我们李家不顺眼，想借此机会置我们于死地。确实如此。这个行宫，建也不是，不建也不是。建不成，难逃其咎；就算建成了，也会有人说1个月内建成如此大殿，一定是早就私建的。早就起了反心，也是难逃死罪。哎呀，这便如何是好？眼下这般，你们3个速速回去召集家眷，好好安置，能逃就逃，能躲就躲，为父一人，受死就好。爹，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弃而反之。反正现在反王四起，也不差我们李家一家。我们拥您为王，就在这晋阳反了吧。爹，大哥言之有理啊。不行，大隋现在根基尚稳，一时难以撼动，而且各路反王也未必有大起之势。我们是大隋封官，如果现在反，必遭皇上全力绞杀。那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怕他不成？大哥，话虽如此，可是我们晋阳城完全没有准备，若是大军攻来，恐怕整个晋阳要毁于一旦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父亲，行宫还得建。哼，1个月的时间，
你能建吗？能。市民，就按你所说的，就真的建成了。若他们反咬一口，说我们早已私建宫殿呢？我早有对策。二哥，你说1个月能建成行宫，口说无凭，你怎么能保证呢？我愿立军令状，1个月建成行宫。那我等着看了。好，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。建成、元吉，你们2个在旁辅助。是。我已照你的吩咐来此查看过，这天雷寺改造成行宫应该不难，而且近日有2位云游四海的奇人暂住于寺中，或许可以助咱们一臂之力。奇人，这2位都是修道之人，一人唤作李靖，传言他治国安邦之策，用兵布阵之法，无一不通，无一不晓。还有一位红佛女，是杨素府上的一名歌女，后因筹谋刺杀杨素，与李靖相识，2人情投意合，就住在这里。没想到竟有如此高人驾临晋阳，此番前来，我一定要与他们拜会。一个剑气如虹，一个浅吟低唱，真是妙哉。这2位就是李靖和红佛女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长老有礼了。二公子，多日不见，府上一向可好？多谢长老惦念，一切安好。李靖和红佛女乃贫僧的贵客，他们在本寺已经修行了多日。如果二公子有意和他们相交，老衲可代为引荐。有劳长老。二公子请。请。二公子，这位是李靖，那位是红佛女。2位道师，这位就是晋阳通州府的2公子李世民。世民见过2位道师。2公子有礼了。对2位道师行侠仗义之事，世民略有耳闻，深感佩服。素闻2公子行侠仗义，爱民如子，今日有缘一见，实乃3生有幸。世民此番前来，一是想来拜会2位，2是有要事与长老商量。2公子所指可是修缮庙堂之事？李兄怎知我的来意啊？我正是来重建庙宇的。方才我见2公子心事重重，打量这寺庙内的大梁，便料想与此事有关。李兄真是心细如尘啊！长老，你也不必惊慌，恕我禀告下级，当今圣上下旨，要加赋1月之内在晋阳修建行宫，如不能按期完工，恐全家性命难保。新建行宫恐怕1年半载都很难完成，更别说1个月了。所以是才来求长老帮助，望长老
能够允许市民先拆除庙宇，渡过难关，来年市民定派人重建庙宇，再造佛堂。这，阿弥陀佛。请长老多行方便。长老，搭救性命要紧，要不就拆了吧。阿弥陀佛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既然二公子家中有难，我看就暂借此庙一用，其他的事情等修完行宫再说吧。市民替家父，谢谢长老。二公子，这即便是改建，这1个月之期未免有点紧迫。我对土木之事也略知一二，红佛女对装裱之事也了然于心。我看事不宜迟，我们早早绘出改建之图，早日动工吧。多谢二位相助。将脸蜻蜓要的就是个筷子。这一个筷子说起来简单，要真的练起来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少保，少保，你怎么来？莫非我父王他们让我给你送文书来了？看来姑父是真的生气了。表弟，这样，速速回去，别耽搁。是啊，本来就该带哥哥回家认亲了。此时回去，父王他会不会？放心吧，哥哥，父王的脾气我太了解了，他就是这样一副火爆脾气。不过只要你什么事情都顺着他，就没什么大事。是啊，赶紧回去认个错，想必姑父也不会怪罪于你的。好，这就回去和父王说个清楚。你有的这套枪叫项家枪，当年楚霸王项羽有扛鼎拔山之力，他的枪法更是十分了得，无人可比。师傅，我就喜欢听你讲霸王的故事，可他们怎么用兵器这么轻啊？元霸，你现在用的这个枪可是当世最重的了，这比楚霸王的还重10斤呢。不重，它太轻了，就会感觉手里没拿就东西似的。我还是选个重的吧。怎么重啊？你不是说那举鼎这拔山啊？我就举鼎吧。臭小子，别胡说了，举鼎。这样吧，以后师傅给你寻样兵器，让你用着既趁手又方便的，好吗？那太好了！什么时候弄啊？100日之内吧。那明日是不是100日之内？你众将士都到齐了吗？回大帅，我等居已来到。好，裴元敬，末将在。
本帅交给你一支令箭，让你带领5000精兵扫平瓦岗，你可要一鼓作气，剿灭匪首啊！得令。裴元庆，你听说过军中17军律54条吗？听说过。你要是此仗打赢了，我定向皇上禀报，到时候封你加官加爵。谢元帅。你要是敢给我打输了，那就是违抗军令，到时候可要小心你的脑袋。去吧。元帅，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哪有打了败仗就要脑袋的道理？是啊，老夫打了那么多年仗，却从未听说过有这种道理。爹，没关系，区瓦岗几个毛贼不值一打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好，我们先锋可说了，众将士都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末将去了。对了，元帅，你要闲来没事，就收拾收拾东西，准备班师回朝吧，小心走得太急，落了东西。胡副将，将军，点兵5000，列开旗门，攻打瓦岗寨。那要不要通知裴老将军？不用了，区一个瓦岗寨，本将军一个人就够了。去吧。是。瓦岗寨的毛贼草寇，听着！朝廷特派瓦岗先锋官裴元庆在此，叫你们那个魔王快出来送死！报！禀告魔王千岁，大帅，军师，外面有随军先锋官裴元庆讨战。再探再报。是。不是，皇上哥哥啊，咱们这刚歇几天呀，怎么又开打了？这会不会就是徐道师卦象中的火虎？火虎？对呀，徐道师前几天刚卦算出来火虎来犯，这个裴元庆就来了。哎呀，你管他娘的火虎还是大猫呢，打他娘的就是了。三哥，军师，你说怎么打？殿头官到，挂免战牌。是。三哥，尚未开战便挂免战牌，是否会导致军心大乱呢？军师哥哥，那为何要挂免战牌呀？主公，各位兄弟，你们可知这个裴元庆是何许人也？我好像听说过裴家有一员虎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小子。这个裴元庆，乃是山马关总兵裴仁基的三儿子，善使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。此人自幼力大无穷，轻举千斤顶。前不久，在鹦鹉殿驯服元宁奇兽，一字末脚赖麒麟。此人非一般武将可比。三哥，他厉害不厉害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古语有云：“能治一服，不治一死。”我意在将裴家父子收降，
为我瓦岗所用。哎呀，三哥呀，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？他怎么能投降呢？主公，请放心，贫道自有安排。如今裴元庆的兵马刚到，锐气正盛，求战心切，我们必须高挂免战牌，让他求战不得，磨其锐气，产生怠惰。到那时，方可出战。魔王千岁，依我之见，徐道士说的的确属实，可以为之。既然二哥这么说了，就这么定吧。不过，还得以防万一。伯当贤弟，你带着弓箭手把守城头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将军，他们挂免战牌了。哼，还未出战便挂免战牌，定是被我裴元庆的威名所震，那不敢迎战。那怎么办？这样，你找几个嗓门大的出来，对着他城墙上骂，骂得越难听越好，小声把他给我骂出来。是，你们俩出来。是。贼娘养的瓦岗寨，爷爷们都到城下了，还不赶紧开城门，请爷爷们进城！我看着瓦岗寨里都是些缩头乌龟，芝麻地里撒黄豆的野种。要不，怎么一点血性都没有啊？连仗都不敢打！瓦岗寨的孙子们，你们就是擦粉进棺材，死要面子！什么混世魔王、大德天子，依我看，是混账饭桶、大傻孙子才是。骂得好，接着来。程咬金、秦琼，乖乖出来开门应战，要不然爷爷一定杀进去，把你们的脑袋一个个的砍下来当夜壶使。大伙说是不是啊？你听见了吗？啊，你能忍，我可不能忍啊！你听听，把主公和二哥都骂了。那俗话说得好，我能忍，伯当大哥你不能忍呐？军师说不可出门迎战，他们还真当咱们是怕了他们。哥哥，他挡掉了他有两下子。拿弓来！这有点旗鼓相当的意思啊！哼，雕虫小技。今天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九剑连珠。国元，一边看着。啊。看来今日他们是不敢出城迎战，咱们收兵回营吧。收兵回营！撤！撤！撤！一！
元帅在上，末将裴元庆交令。起来吧。谢元帅。裴元庆，两军阵前胜败如何？我把他们守城的打退了。哦，打赢了。那缴了多少锣鼓帐篷、刀枪器械啊？没有。那抓了几个匪首，多少贼兵啊？也没有。一没缴获兵械，二没抓到匪首。裴元庆，你出征之时，本帅怎样命令于你？命我一鼓作气，扫平瓦岗。好啊，那你为何欺骗本帅，还瞒本帅说你大胜而归，谎报军情？来人呐！给我拖出去，长老。是。你这不是滥用！元帅，我儿元庆在两军阵前虽未缴获一物，抓住一贼，但毕竟把瓦岗山守将战败，还请元帅赏罚严明，饶恕我儿。裴仁基呀，你这是在怪本帅赏罚不公？卑职不敢。哼，既然本帅没有赏罚不公，那就理应出战。求元帅开恩！求元帅开恩！看来瓦岗贼兵果然不可一击，战胜瓦岗已成定局。我必须先给这些姓裴的一个下马威，让他们乖乖听我的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众将士，你们当真要为这裴元庆求情？是。元帅，元帅饶犬子一次。他纵有不周之处，还请元帅暂且记下，命他在两军阵前戴罪立功。当今瓦岗未平，先斩大将，恐一战不利呀。好吧。谢元帅不斩之恩。裴元庆，你违抗军令，理应该斩。但是，看在众将士都为你求情的份上，我就饶你不死。他日你若再犯，两罪并一，定斩不饶。你听见了吗？谢元帅，谢元帅。儿啊，怎么样了？吃点饭吧。啊，爹，我没事，不饿。真香啊！姐劝你啊，还是吃点吧。今天晚上不吃饱，明天怎么踏平瓦岗啊？哎，我儿哪受过这气呀？我看这宇文成龙啊，是不怀好意，估计是宇文化及那老贼出此毒计。我们这次出征啊，怕死不到瓦岗人的手上，反倒要死在宇文成龙的手上。不可能，爹，那宇文成龙他充其量也就是头蠢驴，他哪有那能耐呀？是不是？姐姐说的对，爹，你不要难过，待孩儿明日出战，一鼓作气踏平瓦岗。
到时候，就算宇文成龙有什么坏心眼儿，也奈何我们不得。哎呀，兄弟！哎，四哥，二哥、三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伤势无大碍吧？不碍事，没事，好多了。走。惭愧啊，走吧，我给众位哥哥丢脸了。哎，兄弟，瞧你说的，你那个九剑连珠可够绝的呀！啊，得空教教哥哥。教你学得会吗你？哎，36弟，我可是皇上啊！哎，众位哥哥，不过这话要说回来，这个裴元庆，真是有几分神力啊！哦，我那剑自问也有千钧之速，他却能一把抓住。若非人才，也不用如此麻烦了。如果这裴元庆能够归降于瓦岗，我瓦岗定能如虎添翼啊！我已派人探得消息，随军元帅宇文成龙和裴元庆结怨甚深，我自有对策。那就好啊。那三哥可不是一般人呐。看样子今日是要迎战不成？太好了！哟，都来了，来吧！无量天尊，对面可是裴元庆？正是你家裴元庆将军。看样子，你就是那个妖道徐茂公吧？无量天尊，正是贫道。裴将军，不在你们山马关，来我小小的瓦岗寨，有何贵干啊？妖道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裴元庆奉天子之命，特来扫平你们反贼草寇。哼，我们造反不假，但并非贼寇。徐茂公，你说你们不是贼寇，你看看啊，一个卖耙子贩私盐的做了混世魔王，历城县的捕快做了元帅，你这个打板算卦的做了军师。你再看看你后面那些，占山为王的，落草为寇的，就你们这帮乌合之众，还敢插旗造反，对抗朝廷？你们啊，下马投降吧！我大隋天子有好生之德，可以饶你们不死。如若执迷不悟，可别后悔。裴将军，依你说，我们这帮人出身低贱，不配造反。好，我来问你，汉高祖刘邦出身乃是一亭长，芒砀山斩蛇起义，南征北战，打下汉朝400年江山。昭烈皇帝刘备未起事时，也曾织席贩履；关云长推车贩枣，张翼德屠猪卖肉。这些前辈英豪出身均为低贱，足可见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我们瓦岗山的英雄豪杰虽然出身低贱，但我们行侠仗义，济危扶困，不像昏君杨广弑父杀兄，欺母霸妹，灭绝人伦。信谗言，害忠良，滥杀无辜，荼毒百姓。呸！你简直一派胡言！裴三公子，那就说说你吧。奸贼宇文化及和他的儿子陷害忠良，你打败仗，他们会杀了你；你打了胜仗，他们也不会放过你。昨日你是打了胜仗，可为何又要上榜问斩？裴三公子，你该醒醒了！妖道，少在那挑拨离间！贫道多嘴，
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为杨广卖命，胜败都免不了一死，倒不如归顺瓦岗，推倒昏君杨广，来日倒可裂土封侯，光宗耀祖，还望将军三思啊！哼，妖道，你一番话就要我裴元庆想你，白日做梦吗？良言难劝，该死鬼！事到头来莫后悔。妖道，来吧，别废话了。好，我倒要见识一下裴将军的武艺如何。哥哥，看我把他拿下！哎，裴元庆，往这儿看。看到了吗？这可是锤祖宗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一锤下去，恐怕你就成肉饼了吧？瞧他这对锤的大小，少说也有好几百斤。我这锤要是碰上他的锤，还不给我震飞了？不能硬碰，只能巧取。怕了吧？怕了就乖乖下马。哎，给我磕头认错。不服是吧？来吧，那就比划比划。裴将军！你是狗贼，用如此下三滥招数，快撤！这叫兵不厌诈。哼，这可是上回在长安城打那宇文成都学的。大元帅，裴元庆已被那瓦岗军用石灰迷住了双眼，现已败下阵来，正在撤退，请元帅定夺。败了？怎么可能？败了也好，我可以借此机会斩了裴元庆，班师回朝，然后跟我哥哥宇文成都带兵灭了瓦岗也不迟。姐姐，姐姐，快帮忙！三弟，怎么了？三弟，三弟，姐，瓦岗都是些下三滥的东西。他们用石灰迷了我的眼睛。那我打盆水给你洗洗，洗洗就好了。三弟，忍住。来，姐，怎么那么疼啊？你别急，别急呀，用水洗干净就好了。啊！怎么了，三弟？姐，好疼啊！我的眼睛好疼。翠云，是他们说石灰迷了眼吗？对啊。哎呀，那怎么能用水洗呢？石灰见水是要烧起来的呀！啊，那我这怎么办呢？我去找军医。来不及了，快拿些干布来，用布擦。啊，忍着点，忍着点，好疼！给。这个混蛋程咬金可真不是个东西，千万别让我碰上他，不然我非砍死他不可。好点吗？啊？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姐，好多了，不过还是很疼。你再忍忍，我去找军医。不行，我必须向元帅禀报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怎么去禀报？爹，宇文成龙本来就看我不顺眼，处处为难我。我这一次不小心打了败仗，他一定会军法处置的。如不禀报，我们就无路可退了。我也去。翠云，听爹的，你别去了，你在这候着，以免事多啊！啊，来，快，忍着点。拜见元帅。裴将军，这一次你可是打胜了。胡元帅，末将无才，
中了敌人的诡计，败军归来。哦，败了。我给你令箭的时候怎么和你说的？只许胜，不许败，3天之内扫平瓦岗。那你为何战败啊？末将无才。当日皇上封你为护国大将军，叫你任御前正印先锋官。今天你给我打了败仗回来，有损我们大隋朝的军威，还有脸回来见我？来人呢？在。给我拖出去斩了。是。还请元帅刀下留人。裴仁基，你们父子专跟本帅作对，你儿子一再违抗军令，今日又犯下滔天大罪，理应该斩。你还有何话说？回大帅，我儿打了败仗，只因中了敌人诡计，并非不尽全力。两军阵前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还请大帅留他一条性命，让他将功补罪。两军阵前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还请大帅留他一条性命，让他将功补罪。本帅令出必行，你不必多言。你要再敢多言，连你一并问罪。慢！要问罪，你就连我一块问罪好了。我们裴家人没有一个怕死的，要死一起死。好，那就把裴家人全部斩了。好一个一并问斩啊！元帅，敢问您手下的将领一旦战败，就要全家问斩吗？启禀元帅，小将愿与裴将军一起处死。大胆！你是活腻了。小将不敢保以后不打败仗，与其打了败仗被处死，倒不如现在死个清净。大胆！你这是对本帅不满呐！末将请求与裴将军一同处死。众将士快请起，快请起！正所谓3军易得，1将难求，本帅岂能不爱惜将才？只可惜这裴元庆一再违抗军令，本帅也是迫不得已啊。既然众将士都要为他求情，那本帅不杀便是，不杀便是。啊！谢元帅，谢元帅，不杀之恩。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不杀裴元庆，难以立军威。来人呐！在！给我拖出去，重打40军棍。这一次谁再敢阻拦，一起打！是。末将领罪。走吧，好。打！23，给我重重的打，狠狠的打！打青楼可饶不了你们。25、26、27、28、29，别打了！30，让开！不能再打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们要把他活活打死了。可是还有10军棍呢。剩下的10军棍，我替我弟弟挨。崔元，好，果然是姐弟情深。那本帅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住手！你们别打他，打我！爹，我这老骨头，干脆打死我算了。爹，你以为这是玩闹的地方吗？不准停，给我打！爹，崔元，爹，崔元，姐姐。啊，骑上去！驾！
师傅，这马怎么躺下了？你这腿力太大，一般的马哪经得住这样大的力量？师傅，那我还是骑牛吧，牛夹不倒。骑牛？牛的速度太慢了，到了战场之上怎么作战呢？为师与你掐算过了，将来会有一匹属于你自己的马，不过到时候你可要珍惜它呀。来，跟师傅去看看，给你准备好的兵器。来，元霸，元霸，来。这叫擂鼓瓮金锤，是当年东汉末年伏波将军马援所用，马重有800斤。竟然舞得如此顺手，天意呀！元霸，这个兵器你不能动。为什么？这兵器好看啊！非但这件兵器你不能动，到了战场上遇见使这样兵器的人，你也要让着他，不能伤害他，否则你就有危险了。为什么？谁都不怕。哎，此事说来话长啊。这擂鼓瓮金锤和凤翅鎏金镗，乃是相依相存之物。一方存则双方存，一方亡则双方亡。总之，师傅的话你要好好记住就是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喜欢这个。我留你在山上还有一个目的，因为你怕雷声，遇雷则惊，这或许是你的大忌，师傅要设法为你除去此忌。这就是我父王的家。是啊，哥哥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娘如果能等到今天，她一定会很开心。成儿，成儿，母妃，快跟我回去，别让你父王看见了。都怪你，这下可好，你可真是把你父王给惹急了。他要把你赶出家门，怎么办？怎么收场？啊？母妃，倘若成儿当日不去，这瓦岗之上有多少英雄豪杰要魂归后土？可是现在怎么办？你明明回来了，我都不能让你去见你父王。母妃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父王就那脾气。等一下，我在他面前当面认个错就好了。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他叫罗松。罗松，他是？母妃，我与哥哥是在瓦岗寨相遇的。
他是父王的儿子。给您叩头了。起来吧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吧，快起来！哥哥，让你们母子受苦了。你们母子的事，你爹从来没提过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。 你别难过，我这就让你父王来认你。可父王他，母妃都替你做主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宋儿，你先到里面待着，我让你出来，你再出来啊。好。 那母妃，要不我也去里边避一会儿？不用。来人呐！把王爷给我请来，就说少保回来了。是。 这逆子，你还敢回来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罗毅，叫你来，不是打你儿子的。我问你，我跟你成亲几十年来，有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？夫人，你此话何意啊？快答！ 你我夫妻恩爱，这何谈什么对不起之说呀？既然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那为何有一件事，你一直瞒着我？夫人，我罗毅何事瞒过于你？还不快闭嘴！我问你，在娶我之前。 你有没有过妻子和孩子？王家千岁，你偌大年纪了，该不会撒谎的。我问你，江桂枝是谁？罗松是谁？ 夫人呐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就不再隐瞒你了。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江桂枝以前的确是我的夫人，我和她成亲以后，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名唤罗松，我们不幸失散。我几番周折。 来到了北平府，后来我也曾派人去找过他们，但是寻找无果，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那你在跟我成亲之前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夫人，我何尝不想，可我哪儿敢呢？那我问你，如果他们还在，你认不认他们？若真是如此，那我理当得认。认。认就好。现在，罗宋就在我们府上。成儿，把你哥哥叫来。是。爹爹，松儿，哎呀，是你吗，松儿？松儿，爹对不起你们母子啊！松儿，你娘呢？娘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娘临死前还惦记着你，想见你最后一面。孩子，这次到了北平府，咱就不走了啊，就在这待着，爹好生待你。爹这么多年，欠你欠的太多了，松儿。娘，爹爹认我了。您在九泉之下，可以安息了。松儿，松儿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儿子。好了，哎呀，大喜的日子，你们哭什么呀？快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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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起来！哎，成儿，快给你父王赔个不是，你的事也就这样算了，是吧，王爷？父王，孩儿知错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孩儿计较。起来吧。王爷，我们全家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，应该庆祝一下。对，是该庆贺，是该庆贺。来人，来人，摆宴，摆宴呐！酒席上还没喝够啊？父王，走。父王好酒量，你刚刚不是喝醉了吗？我喝醉了？你见过父王喝醉过吗？哎呀，父王有一事不明，想问问你。你明明可以在我北平府安心做你的少伯，将来继承本王的产业。可你为何偏偏要去那个小小的瓦岗寨，落草为寇？父王，您从小教给朕，做人可以绝，可以狠，但是一定要做对的事。现如今，我大隋昏君当道，民不聊生。难道我堂堂好汉
要为居复阴，龟缩在了这北平府，而不与我的众好兄弟闯下一番事业了。瓦岗虽小，但是他们做的都是正义之事。更何况，那里有我在乎的人，我在那里很开心。你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了。看见你呀，就好像看见当年的我自己，和你一样，年轻气盛，一意孤行。倘若现在再给父王一次选择的机会，自然还是今天这样的选择。孩子啊，父王以后不再拦你了，你安心的走自己选择的路吧。成儿，一个人出门在外，一定要格外小心啊！放心吧，娘，有我这杆银枪在，没人能动得了我分毫。可别这么说，比你厉害的人多着呢。记住，见到比你厉害的，别逞能。成儿，为父就不再多说什么，好自为之吧。哥哥，我不在，你要替我照顾好父王和母妃。弟弟，你就安心去做你想做的事吧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好好尽孝的，照顾好爹娘。那好，成儿，告辞了。成儿要照顾好自己。怎么样？事情办得如何？元帅，都已经办好了，军中所有军医都被我给支了出去，保管的裴元庆找不到人来医。办得好，不让我问罪处斩可以，要是疾病眼病病死他，那可就不能怪本大帅了。元帅英明。宇文成龙，你把军医给我藏哪儿去了？裴姑娘，此话怎讲啊？我三弟他眼疾发作，又被你打成重伤，现在他又发高烧，我找遍了整个军营，却连一个军医都找不到。你敢说不是你把他们藏了起来？军中伤患众多，军医都在忙着诊治呢。我就知道，是你这个鬼东西在故意刁难。
我把这个臭女人给我带出去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走，把她给我拖出去！快走，拖出去！放开我！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儿啊，千万不能揉啊！这揉下去，眼睛就瞎了。我的眼睛又疼又痒，太难受了。你不如一剑杀了我，我不想遭此痛苦。儿啊，忍忍吧！啊，爹，我又出去找了一圈，还是没找到军医。儿啊，忍着点儿。那我再想办法，到附近找找。这附近都是荒郊野岭的，想啥办法呀？儿啊，再忍一忍，忍一忍，再忍忍啊！三弟，再忍忍，会好起来的。忍忍。我要见你们领头的程咬金，出来！程咬金，程咬金呢？程咬金在哪儿？程咬金，给我出来！姑娘，程咬金在哪儿？动手！找谁呢？哎呦，你叫程咬金啊？啊？不是，你叫程咬金啊？那儿。哎，别拦着，别拦着！哎，让他上来，上来！你们都给我让开！你是程咬金！慢点！我是程咬金啊！哎，姑娘，我可不认识你呀。你是不认识老娘？可你认识我三弟。他就是被你迷了眼的裴元庆。你就是他的姐姐？正是，我就是裴元庆的姐姐。你们把他伤得很严重。你们这群下三滥，我呸！大人物打仗用的是武力和勇气，可你们呢？卑鄙、下流、卑鄙、下流、无耻。你们得给他治。一定给治。以此话当真？此话当真。总长还疼吗？好烈性的女子啊！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小点声，别让人家发现咱们。姐带你去看病啊。别急，马上就会到的。哦，大夫，魏先生来了。大夫，怎么样啊？送来的还算及时。如果再晚一点，恐怕眼睛就保不住了。放心吧，魏先生医术高超，定能手到病除。
别太担心了，啊。我刚从我三弟那儿回来，他眼睛基本上消肿了，烧也退了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好。你治好了我三弟，我裴翠云向来不欠人人情。你们说吧，让我做什么？只要我裴翠云能做到的，一定照办。我们瓦岗需要会打仗的，你恐怕不行吧？就你这样，端茶倒水的活儿，估计都干不了吧？压寨夫人，无量天尊，我们这儿可不缺什么压寨夫人。压寨夫人，无量天尊，裴姑娘，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一位压寨夫人。姑娘，意下如何？这里不是军营，这是哪里？我的眼睛好了。这是谁？这是哪儿？这里是瓦岗，我是来给你送水的。瓦岗。对。少保回来了，我去禀告皇上和大帅。不必了。是，我去见他们。你是？想不到小小的瓦岗还有你这样的高手。哼，三脚猫功夫，你还敢冲大？呀！报，裴元庆和罗少保打起来了。住手！裴元庆，给我过来！哼。我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是我给带过来的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昨天晚上眼疾加重，又遭军棍打成重伤，那高烧不退呀！那宇文成龙把所有的军医都藏起来，不让人给你医治啊！我这也是没办法，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。姐，你傻呀！这群贼匪他……你别说了，你的命是人家瓦岗救回来的。别打了。他们都很讲信用，并非想象中的响马恶贼，就是那个宇文成龙，他才不是东西呢。裴兄弟，哎，别打了，投奔瓦岗吧。不了，谢谢。我裴元庆天命所归，自有去处。我一定会打赢你们瓦岗，让宇文成龙知道我裴元庆的实力。姐，我们走。哎，走啊！那个，晚上到片里去迎亲啊！好，知道了。干什么？姐，你这大半夜的，打扮干嘛啊？我乐意，管得着吗？没事，我呀想跟你说一下，以后别这么冒险了。你带我去瓦岗，简直就是自投罗网。
人家亡你了吗？还不是救了你。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是缺胳膊还是少腿了？我知道，但是……啊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说，我睡觉去了。裴小姐，裴夫人已经请来了。娘，女儿啊，你这么着急的把我叫来干什么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担心死我了。娘，我终于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是哪家的公子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娘，咱们这就去，我现在就跟他拜堂成亲。成亲？现在？嗯。国元，哎呀，人来了！我都耍了半天剑了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嫂子都准备好了。你急什么呀？啊，你急什么呀？皇帝不急，你太监急呀？谁太监呀？我裴岁云说话，向来一言九鼎。你们治好了我弟弟，我绝不食言。啊，那是啊。哎，嫂子，这位是？这是我娘，让我娘来做个见证。哦，你娘一起来的。娘，我替四哥给您行礼了啊。那都准备好了，那咱就进去吧。啊，走吧。一拜天地，一拜天地了，好，二拜高堂。拜高堂了。我女儿总算是嫁出去了，虽然这新郎长得也罢，真的假的，也好歹是个皇上。我那娶了媳妇。圆满了。夫妻对拜。拜喽。对拜。谢，我让哥哥着急入洞房了。可真好看。原来成亲，新娘子可以穿这么漂亮的衣服，看到我都想嫁人了。爷爷，你真的想嫁人？是啊，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。你什么你啊？该送新娘了！我来！该送新娘了！哎呀，二哥呀，兄弟伙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哎，你这哪是在做梦啊？啊！真的。兄弟伙心有点慌啊，你跟我一块进去吧。别，这事儿哥哥帮不了你，你自个儿去啊。自个儿来是吧？自个儿来。这怎么一块入洞房了？害臊啊！娘，儿进洞房了啊！去吧。赶紧去吧，四哥，要不然我去。嘿嘿，夫人，我回来了，来了。哎，掀你的盖头。你看。嘿嘿，怎么了？看我的大脚啊！人家都嫌我脚大，叫我嫁不出去的。配大脚，嘿嘿嘿，好双大脚，
然嫌弃了呀！你要是嫌弃的话，我现在就走。我老程就喜欢这双大脚，看着踏实。此话当真呐？当真？当真。那我就认命了吧。裴元庆，你的伤可好了？托元帅的福，末将已经痊愈了。裴元庆，你可真够命大的。元帅，先锋官裴元庆以及父兄3人愿自行领命，扫平瓦岗。好，那我就给你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来人呐！在！给我把裴仁基、裴元绍父子押到偏帐去，扣押起来。是。元帅，走，何愁此为啊？你别紧张，等你扫平瓦岗，大胜归来，我定会给你们父子庆功。不过，你要是给我打败了，那我就先杀了他们父子2人。听清楚了吗？末将领命。不好了，将军，裴小姐不见了，找遍整个军营都没找到啊！什么？不好，一定是瓦岗那帮贼匪把我姐给劫走了！快，点兵1万，立刻出兵瓦岗！你们这帮无耻狗贼，竟敢劫走我姐姐！快把我姐姐放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杀进城去，杀得你们片甲不留！无量天尊，裴将军可好啊？妖道，你密室诡计迷了我双眼，不然的话，我也不能让你活到今日。